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星期三，家庭礼拜，题目病得医治。圣经马拉基书马拉基14之方1 Ni kau rira kamu mengutuk ai I takwanan Adam Shawi u aira ku pauri pai jihar ba'sir ami arah I tamuanan u mamatia u ni pasatakan na I pakurungan paresap tufur kurung ami satakut-takut lipa hak kamu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，你们必出来跳跃，如圈里的肥犊。我们不只要认识神能，也要认识神肯，神愿意。逾越节晚上，每家有一只羊羔。那天以色列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，那里几乎包含了有关医治一切问题的解答，到神那里领受医治与健康，好像从母亲领受儿女的食物一样。我的牧师在大山信主，信主后心里火热，参加学校团契的聚会与服事，也参加教会的聚会与服事。教会拓殖新堂，他也去帮忙。一毕业工作2个月，身体就垮了，医生说是肝肿大，嘱咐他要多休息，他只好辞职在家休养，每天多半躺在床上。他说心中呼喊着，主啊，我渴慕你，我需要你，求你来帮助我。渐渐的，神开启我的心，让我明白基督徒生命中首要的是渴慕神自己，而非侍奉。我一开始确实是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的爱神，而积极投入侍奉，但不知不觉我将侍奉摆第一，而且越界了，以致身心俱疲，身体很累。所以在家休养期间，神调整我的灵魂体，让我再将第一诫命，且是最大的诫命放在生命的首位，将渴慕神摆第一。身体稍微好一点，有力气出门时，我去教会聚会，我听见这位外国来的荣教士提到马拉基书4章2节说，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。Ni kau rira kamu mengutuk ai takwanan Adam Shawi u aira ku pauri pai jihar ba'sir ami arah tamuanan u mamatia u ni pasatakan na pakurungan paresap tufur kurung ami satakut-takut ripa hak kamu。荣教士在聚会中带领人安静等候神，领受公义日头耶稣的光线，领受神同在的医治之能。我不只在聚会中学习安静等候神，回到家里也经常等候神，亲近神，用单纯的信心领受神那有医治之能的光线，灵魂体越来越被主更新。安静等候神时，焦点要放在主身上，心灵的眼目专一注视主，借着圣灵领受主的荣光，看见主的荣光，
我的心实在是被主的荣光吸引。我寻求主自己，过于寻求医治。结果，当全人全身更多被主的荣光充满，沐浴于主的荣光的时候，身体得到完全的医治。由于我当时只工作2个月，身上没有多少钱，加上当时没有健保，所以只看了1次医生就没有再去，把身体完全的交给耶稣。要知道医治是主的应许，比方出埃及记15章26节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Masungi lah ko bi tuur namu itakwanan. Matatu klong i nafaluto an aku ko semak namu. Mai mer kamu tu rimo ot aku i. Saay bi tefut kako i tamuanan matia u biba lifung aku tu Egypt. Umi atlahai i tamuanan atapang kako。诗篇103篇3到5节说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。Umihapulay jingrado raraw ako amamin.Umi alahay jingrado arara ako amamin. Pauli peningrak ako parias na ipatay. Mata riyok no ala ay ato sini atra ningrak ako. Pakay ni ningra i masamamaa na makapahay mamaan ko sa palahker ningra i takwanan.Saka sa kunger sangko tireng ako tanagtag matia o alilis。马太福音8章17节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Jingraku mi ala aitu rari ma ita. Jingraku mi kuyusai tu atlasa ita ma sem。彼得前书2章24节说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Ma asahay tu kamu tu nano nika luka ningra。人可以站在神医治的应许和神的话语上，凭信心支取神的医治，但有时神也要人接受医药的帮助。医治的主权和方法在于神，我们只要将自己交给神，按着神的吩咐去行，他赋我们身体完全得医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相信我们求取得医治是我们的食物，因为你不乐意你的儿女我们受苦，求你发出命令，使我们得医治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